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2日公视台2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有关新北市幼稚园甲囡仔饲药这个案件的风波。昨昏暗时伫咧技工国小举办第2场无公开的家长说明会，新北市长侯友宜有亲身出面，媒体甲地方的民代拢无法度入去。新北市卫生局长陈润秋伫咧会后表示，家长是拢真关心头毛检验的问题。所以会请示检方了后，把需要检验的名单交予检方协助进一步的采检。新北市邦桥有一间私立幼儿园，敢若是高保人员饲囡仔药啊，引起社会重视。11暗，新北市政府伫咧基工国小办第2场无公开的家长说明会，新北市长侯友宜第2遍参加，延过慢16分钟才到，且直接驶入去学校内面，媒体甲地方民代无法度入去。新北人的眼睛都在看，我有授权书不让我进，是不是？我们希望市长对于这个案件这么重视，可以开诚布公，让社会大众了解，不要总是躲在里面，让大家都不能够知道。说明会有35位家长参加，会议差不多进行2点钟。市府甲家长达成共识，因为血液检验验出微量的巴比妥，所以会进一步加严模范。卫生局会请示检方，将需要检验的名单交予检方协助采检。我们把希望能够验毛发的家长的这个名单交给我们检察单位，还希望是不是能够尽数的能够协助他们做这个裁剪，以及后续的一个检查的一个去进行。尤其是安置就学是这2天的重点，所以我想这个除了部分，大部分都已经确定安置的方向。场内正平和电话伫咧抗议，家长拢希望会当赶紧查出真相。侯友宜强调，即马上重要的就是将药的源头找出来。一那13是不是到市议会专栏报告，尊重议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有关这个案件，目前知影已经有验出8个囡仔体内有少量的管制药物巴比妥。市府昨昏头一届公布检验的内容，然后卫福部嘛有请台北病院甲囡仔验药，14个囡仔是拢无验出药的反应。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别墅疑似饲囡仔安眠药事件，卫福部进前执行部立台北病院免费协助囡仔来检验，对总价后续医疗的资源到7日为止，已经有26个囡仔就医，并且进行6个检测，后一批6个检验结果在暗头出来了。14位检测结果都出来了，24位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后面来台北医院的，我们后面会有一些结果出来，我们也会再跟大家报告。新北市府昨早起公布血液检验的结果，有8个囡仔血液内底检出管制药物巴比妥残留，并且头一摆公布检测值，其中1个囡仔血液内底巴比妥的残留量超过3微克。我们的8位小朋友里面有75%落在1.0到1.5之间，那就实验室的认定1.0到1.5就是视同微量检测出来。新北市府强调，5月15就开始配合检方的调查，也成立需要专案办公室，协助家长一对一辅导。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幼稚园饲药这个案件要继续伫咧滚价。罗清德讲，新北市处理的动作伤慢，因为侯友宜颠倒是批评罗清德根本就啥无章，叫罗清德交代检方，就要赶紧去查药的来源。另外，国文题讲，中央甲地方拢有责任。赶紧查好清楚，才是上要紧的。对，刚刚就拔起来了。婚姻馆长张立先陪同侯友宜参加11庆业之路甲婚礼青龙座谈。对于新北幼儿园饲药案件，副总统罗清德认为，新北市府动作慢，建议成立医疗小组。不过侯友宜批评罗清德唔知状况，要求罗清德交代检验调查药品的来源。看到民进党不断的去做恶意的操作，其实这个对我们国家没有帮忙，让孩子们能够安心，家长能够放心。上重要，你把真相公我清楚。如果这个真相的事实只有一个，那这个请检方速度太紧，卖哥底下拖，
友谊说你搞不清楚状况。赖清德下晡出席党乐会活动，无回应好友谊的批评。原本早起要参加马祖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因为航班取消，只好用时辰，搁再讲到台海和平。那未来呢？如果我得到大家的支持，能够领导国家，我第一个事情呢，我一定会竭尽我所能，稳定台海和平的现状。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参加众情论坛，对侯友宜处理市外案件被质疑推卸责任。郭文铁讲，中央地方两边都有责任，要尽紧调查清楚。减掉，但有中央部分也有地方的部分嘛，因为一般警察局还是地方首长在指挥嘛，所以我倒觉得事情出现赶快去查。不过我觉得很奇怪，那个药怎么会到底从哪里买到的？民众党连续表示成熟了争议，郭文铁强调爱建立良好工作场所环境，也别烦恼影响海选人才招募。强调民众党永远是少年人上好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传出几件有关性骚扰的代志，有一个进前捌做过太阳花运动姓赖的发言人，伊伫人面册指控讲，去年去互迄当阵波兰驻台外交官李波性侵害，不过李波是随反击。伊讲，这个查某人是为了要讲钱才该做恶的。另外，针对前驻菲律宾大使饲培用性骚扰的这个案件，外交部回应讲，目前是已经甲伊四头路进行调查。他担任太阳花学运发言人的姓赖女子伫面册发文指控，去年9月遭到当时担任波兰驻台办事处副处长李波性侵害，外交官家后也带囡仔来找伊，要求莫对媒体投诉，会毁掉囡仔一生。不过伊提告性侵害，却是拄到再议被驳回。李波伫推特发文讲，伊无外交豁免权，案件经北检加大高检认定指控无成立，认为对方是为着250万和解金才提告。那同时也是一个关注性别平权还有公平正义的青年政治工作者。我在这里呼吁大家一起出来，成为他的后盾。外交部尊重检方调查后的相关结果。鉴于我国与该国订有刑事司法合作协定，如果日后司法机关需执行后续跨国司法作为，外交部将积极协助配合。另外，前驻菲大使饲培用性骚扰案4月底已经遭到调拨解职接受调查。外交部讲5月初要求自诉汇报，不过当事人有顾虑，也无申诉意愿。外交部强调会继续协助，并且严正来处理，主动行政调查，提高考绩会议数。利用行政院列做下会期优先法案的性平3法修法，国民党团会伫12日调研协商，会提起伫临时会处理。我们立法院难道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吗？面对民众的回应，我们立法院本来面对民众的需求，我们立法院本来就应该优先处理。不用担心什么说下个会期就会没有共识啊，我觉得有共识的事情就会有共识。台湾掀起 MeToo 的世面，大师大这团部学界师生共同发起卖定密的联署，已经有将近300名团部系所的师生来响应。声明呼吁性平无应该论做口号，应该用入教育面、工作场所方面、甲法规面的重要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社会事。伫台中的一个死亡的案件，死者是一个姓尤的查某人。检方发现讲，甲死者带做伙其中的2个人有真大嫌疑，因有共同的信仰。甲死者这3个人拢是中华北洋、四季、灵宝圣道会信徒。这个宗教伫2019年的时阵，捌发生过甲信徒拍死的案件。台中地方法院6月初10是先裁定甲死者做伙大的2个人羁押禁见。警方初10透早，甲死者带做伙姓詹甲姓柯的2位室友，还有另外2位姓林的信徒，移送台中地检署。警方伫核实了，甲4人向法院声押禁见。台中地方法院开庭到初10半暝，裁定2位室友羁押禁见，另外2位信徒释回。检察官就上开无保释回之部分，收到裁定后，会研拟是否提出抗告。姓尤的女子初5被送病急救，相当死亡，因为规身躯有大面积的乌青。警方调查发现，死者住伫咧大理区一间公寓的5楼，验过甲死者住做伙的2位室友已经透暝搬走。警方是具体2个人，并且通知厝主到案。才发现厝主就是4年前涉及借撬科模拍死信徒的中华北洋四季灵宝圣道会创办人姓林的女子，而且公寓6楼就是这个宗教的道场。虽然警方调查伊无涉猎这件死亡案件，不过有信徒的家属希望政府对这种有问题的宗教团体爱小管一下。要去咱来讲，迄拍死人，伊讲，哪有可能？怎么抓回来？伊讲，伊都不爱回来啊。
遐个查某就是讲，迄卡伊个啦，对无？啊，你怪去报警了无效啊！政府的问题，咱政府这款的都爱抓。林先生讲，4年前发生拍死信徒的案件时阵，因牵手就伫咧这个宗教团体内面，伊北去这边案发的地点的道场要找因牵手，所以将这信徒拍叫，上尾啊，佫被赶出公务。虽然后来因某有转来，但佫无偌久佫转去这个团体，半年才转来这边，即马也唔知影人伫咧倒。伊讲政府若放个无管，以后一定也佫会出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受到风面的影响，这礼拜天气是拢无啥稳定。今仔日气象局有针对嘉义以南的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透早各地云较高，会落局部短暂雨。南部的民众都要注意，气象局有针对嘉义、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是外山区的所在，都要细致会有雷公四呐，向上大雨。那温度方面，无落雨的时阵，也是真恶热。各地高温差不多是28度至32度。未来这一礼拜受到风面的影响，会有2波大雨。头一波是为明仔载开始到拜三，第2波是拜5、拜6的时阵。但是乡亲都要加注意气象预报上新的消息。同款是天气的消息，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昨暉伫嘉义、台南、高雄是上上大雨，造成部分的地区积水，甚至是失电。伫台南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去电着，就安尼休克，送病院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倒来。分推车慢慢降落，已经唔知影人的老先生被放喺担架顶头继续急救。当伫咧台南东区撞到18岁、70几岁老先生，在1世纪伫咧大雨过了，放只脚去查看水塔，无想到讲开关一切落去，敢若是脑电去电着，送病也是救袂大。对，要做 CPR， 救护车就在，我先生就跟他过去。遭受电击的时候就马上休克了，然后我们就就赶快做一个，他现场自己有帮他做个那个 CPR，一直到我们过去接手。另外，嘉义县新港乡11中昼的时雨量到36.5毫米，造成新港北仑村20外户淹水，水上悬淹到40外公分，真侪居民的命体、厝内家具拢浸伫咧水内底。那边的排水系统40年了，然后所以它的排水系统本来就比较窄，溪口排水如果满的话，会造成村里的排水会排不出去。台南11世纪出现地势强降雨，小东路地下道达到危险水位境界，有封锁线。高雄的南马坑早起也落雷雨，造成嘉祥路、军校路、德明路等路段，总共5056户无有警熄电，一直到10点半电才来。气象局提醒讲，受到低压带抑个梅雨对流方面将要来影响，未来一礼拜天气将会更加无稳定。中南部要注意低延时的大雨，并且注意可能会做大水。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最近病院无啥病床，必须急诊有真侪咧等病床的患者。今年2月份到达，全国的病院住院满床的比率，每个月上悬要到8成，甚至有的到9成。估计可能要到7月份了后，才会较消透。咱来看联合报，即嘛囡仔是愈生愈少，不过囡仔因为交通的事故，伤亡的人数却持续在增加。内政部公布，民国97年至111年出世的人数是为196000多人，降到138000多人，落的幅度是29%。根据警政署的统计，12岁以下因为交通的事故死亡或者是受伤的人数，为7664个人，增加到9300个人，增加21%。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通货膨胀的警报暂时解除。主计总处公布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02%，起的幅度是22个月以来上少的。加上美国联准会13利率决策会议暂停升息的可能性增加，若真正宣布无要起，那安尼买厝立贷款的人心情嘛会较轻松淡薄啊。咱个今年介绍为今年的3月份。大麦一斤是起价历史上悬的55块了后，即马总算是有降落来。台北市内商工会6月初10邀请各地代表开会，
为6月14，产地甲大麦计数一斤会俗3块，大麦一斤是变做是52块，而且嘛讲未来会看情形继续调降计数。将烧烫烫现卤的卤味放上架，高分类排好整齐。尤其这个卤甲芳、高入味的卤卵，更较是受到民众喜喜。也毋过进前因为两家起，一个卤卵爱20块，即马鸡卵产量计数拢得咧回粉，店家的计数也得咧降。我就是卖一颗卖20块这样子，现在我差不多12、13块，我就有时候有可能如果它浮动比较大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调整。最近国内随着产量豆豆恢复，饲料价卵供应恢复特殊，两家审议委员会伫70召开初步决议，就是8三起大麦价、产地价有希望每袋斤拢降新台币3块。降价当然是比较好啊，问题它能降多久呢？因为单价始终不稳定啊。跟现在当然有关系啊，就是最主要是每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市况比较弱一点，所以会提早做一个调整措施。回顾这波两价走势，去年7月产地甲大麦价每台斤分别起2块来到42块5，降52块；10月降2块，今年2月13各起2块；3月初6一摆起3块，产地价已经冲到45块5，大麦价55块，创历史新高。即马计数真无简单，要下收，而且未来也阁有调整的空间。花市场的需求了，如果市场卖气不好，要降就再降嘛。根据农委会公布上新鸡卵产销资讯，目前国内每天大约有3164万只卵鸡投入生产，鸡卵每天生产量比顶礼拜回升到11.4万箱，也毋过离民众每天大约爱12万箱的用量又还有欠。农委会也是爱透过进口鸡卵补助，也毋过目前进口鸡卵主要是加工使用，基本上超市顶通路，主要也是国产鸡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咱台湾最近伫咧太平岛附近实弹演练，说是去互越南批评讲是扰乱南海局势。咱国外交部即届回呛讲，太平岛就是咱国的领土，毋免别人来怀疑甲插嘴。也若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要去访问中国即个消息，有专家讲，台湾都要踏出一条新的路，毋通拢一直挖靠美国甲中国。国军最近伫咧太平岛周边举行进行实弹演习，无想到讲，和越南的外交部讲是严重侵犯越南对南沙群岛拥有领土主权的行为，和南海的局势复杂化。对此，咱外交部无法度接受，讲太平岛是咱国的国土，主权不容置疑。联合政府有权利伫咧太平岛甲伊相关的海域行使作为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因若台海局势紧张，也联动到周边的区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算要出访中国，18将会到北京见中国的高层。I think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make it clear that we're not trying to hold down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 it equally clear that China should not think that it can attack, our established defense relationships and our position. 伫这马关系紧张的美中关系也引起区域的注意。韩国的媒体人孙时熙认为，台湾就要找到一条新的路，一个未暴力hand战的方法，建立第三条线。세 번째 축은在亲美反中或者是亲中反美的这个路线之中那找到一个属于自己这个国家可以有的这个路线。孙时熙认为，台海若发生战争，可能比乌克兰战争更加严重，也会对日本甲韩国造成正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消息。乌克兰第11讲，伫东南部为罗西亚军方的手头，甲3个庄仔头夺倒转来。伫这进程，罗西亚是讲，乌克兰并无突破因的防线，而且伤亡是真严重。不过，因为为基辅头一线来的消息，相关的资讯拢也无够，所以国际上是真恶判定目前战场的情形。
乌克兰士兵伫咧顿内茨克一个村的一栋被炸毁的建筑物，升乌克兰的国旗。伫咧另外一个村，大家摕部队的旗也翕相，因过无法度确定这款相片是真的也假。Контрнаступальних дій, лок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七十讲，早就已经传好势，乌克兰军队发动反攻，要夺回东部、南部的领土。正伫咧确认反攻加防御行动已经传好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吹口讲，就算乌克兰军队山顶上看起来顺利，不过也是无法度突破乌克兰的防线，而且伤亡惨重。过去一礼拜，俄罗斯至少2遍讲因拍退乌克兰一个附近据点的攻击，不过媒体也无法度知影战场真实的情形。俄双方伫10月同时宣布，2边国外战俘要加100人。这段影片是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94位俄罗斯的士兵坐巴士登去俄罗斯。乌克兰总统府也官员讲，95位捌伫咧切尔诺贝核电厂、乌海全岛，抑个巴赫姆特作战的乌军已经被送回。俄罗斯媒体10月报道，有一位伫俄罗斯已经待10几年的美国乐团歌手李克，因为涉毒被逮捕。伊6月初6伫咧莫斯科被拘留。7日确定的情形受国营电视台播出。美国方面讲，知影这件代志，会赶紧提供援助。李克一开始来莫斯科是伫咧教英文翻译歌曲。监教团的人讲，自2019年开始，因就无搁办过任何表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昨昏秘密拜访乌克兰，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除了讲会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嘛答应要增加军事援助到大票115亿。因为罗西亚7日透早是继续向乌克兰射飞弹发动攻击，在奥德萨造成3个人死亡，27个人受伤。在破晓之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乌克兰国会内底做25分钟的演讲，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嘛侮辱乌克兰的民主法典，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becoming a NATO member as soon as conditions allow. 杜鲁道在乌克兰当地7日在无事先公布行程之下，秘密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去基辅市内的士兵福建中心探望受伤的乌克兰官兵，佮甲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除了表示加拿大会参加培训乌克兰战机飞行员的计划，佮提出要对加支援乌克兰差不多5亿加票的军事援助。Our spring budget extended a $2.45 billion loan to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for this year, with the aim of supporting Ukraine's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 will provide $500 million in new funding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在加拿大当局嘛，在7日宣布，甲记者为去年2月开始，因为俄俄战争没收滞留在加拿大国内的俄国 AN-124飞机转送给乌克兰。这嘛，互俄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网络回应表示，加拿大的做法是违法的，是公路抢劫。而暂时俄俄战争的状况是俄国7日观点，各一摆对乌克兰各地发动8粒飞弹加35架无人机袭击，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加2粒飞弹加20架无人机砸落来，剩的无人机是造成乌军在扎波罗热的战车毁损，佮攻击第3大城市奥德萨的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一栋公寓，引起大火，造成民众死伤。泽连斯基表示讲，暂时已经对俄国展开反击，不过俄国国防部说讲，俄军在顿内茨克以南加扎波罗热、巴赫姆特地区的反击已经让俄军拍退，而且让俄军付出真大的代价。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咱继续来关心英国伫咧前2天啊，各地温度是拢降到30几度，嘛是今年上较热的纪录。因为伫中国华南是落大水雨，伫江西有部分的地区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500米哩，四界拢伫咧做大水，目前已经疏开超过2600个人啊。英国泰晤士河边真侪民众坐伫涂骹享受河边清凉的水汽，另外一边卖冰的餐车排队人潮来来去去。英国当地7日各地气温达到30外度，河河边海坡出现真侪酸水人潮。It's incredibly hot today. Sometimes you almost feel like you're not actually in England because it is so hot tod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woke up this morning and stepped out on our balcony, it was boiling.
这是英国今年政治下跪了后头一个高温日，互当局发布健康警告。也毋过受到大气无稳定的影响，英国气象局嘛对英格兰、苏格兰、甲威尔斯经济地区发布黄色雷暴预警。今日西起中国华南地区、南部地区因为受到暴雨影响，广东的真侪县市发生强降雨，其中新塘累计降雨量达到151毫米，互真侪道路淹水。而广西的北海地区嘛是连续真侪天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创下过去的降雨量新高纪录。还有真侪庄仔头淹水，居民受困，互地方政府紧急派出武警去救援。到11日透早为止，所剩人数达到2600多人。任务部队到达现地后，迅速展开救援工作，现已累计转移受灾群众300余人次。暂时国家防汛对抗可慌的总指挥部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专家甲救援人员去广西甲福建这些所在协助防止造大水甲救灾。中国气象局预估，今年主江甲闽江的这些流域有可能会发生更较大的造大水，互当局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呼吁民众爱加注意。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英国《Times》报道，武汉科学家伫几啊年前就甲解放军合作，利用上界危险的冠状病毒，制造出新的病毒的突变体。后来病毒无细日为研究室流出去。美国嘛相信讲，武汉病毒研究所伫咧疫情爆发进前，就伫咧研发疫苗，涉及制造、传播甲暗砍武汉肺炎大流行的代志。咱来看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个教授伫土里，伊伫咧水底生活满100天了后，最近倒来啊。伫咧水底生活这个挑战是伊学术的实验，目的是要探索人类长时间伫咧极端的环境之下的反应，希望未来会当帮助海洋的研究人员甲太空人。然后这个实验结果，按算会伫咧11月份伫极限医学大会来发表。咱来关心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的纳人国，11传出重大交通意外。有一架公车经过圆环的时阵，因为路处处全咧并起，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然后这架公车的运将是一个58岁的查甫人，目前已经被带去病院做药物的检验甲救测。在天母的停车场发生一桩意外事件，一个6岁查甫囡仔伊落车了后，无细日跋落边仔1.8公尺深的人空挂的坑内底，家长是惊一跳。拼命把这个囡仔紧救起来，加在这个囡仔是轻伤，人嘛有平安。台北市一对翁仔某带囡仔70下昼10点外到天母东边的停车场，车停好，开门互6岁后生来，看囡仔向前行，煞几个人无去，原来是bỏ落去坑内底。我一回头就发现小孩不见了，我是听到我先生一直叫我大儿子的名字，然后因为一直叫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听到小朋友的声音。爸爸赶紧甲护拿杀跪，大声叫囡仔的名，妈妈也摕手电来照。2个人做阵甲囡仔扭起来，老爸赶紧甲囡仔抹掉甲安打。污水池食人事件发生伫咧初10下昼4点外，6岁身高无到120公分的查甫囡仔，滑落去180公分深的污水池。他因为掉下去，应该有淹到他的头，起来的话，整个头是湿的，完全是黑水。其实几路工程管理员就发现，这个污水池的空挂和大车的连拿底歹去，但是救无会，正先在纽泽西河拿警示。不过现场电火无够光，看袂啥清楚。因为小朋友他是说有惊吓，没有说什么有什么伤，那有任何后续状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台北市停管处讲，会要求以后若是有这种空挂损害情形，应该爱用无法度随便刷电动固定的警示设施。这么家长也个业者拢有保持联络，继续关心囡仔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传出幼稚园甲囡仔饲药的事件，今嘛桃园嘛传出有托婴中心，那像是有苦毒囡仔的情形。有教保人员用铁布甲囡仔的喙搭起来，而且佫甲绑起来，限制因的行动。虽然这个当事人是已经离职啦，不过机关是要求讲爱重新去做调查，而且呼吁市府爱赶紧按监控系统，才会当互家长安心。桃园有议员伫咧 FB 破文讲，中立一间公设民营的托儿中心传出虐待囡仔案件，有妈妈指控囡仔6个月大时阵，敢若互教保员用铁布甲喙封起来，骹手绑起来。到这么2年外，看到铁布也个会惊，也个伫咧做心理咨询。
会很生气，会很愤怒，对，因为小朋友送去工作，然后还发生这种事情，就代表政府可能在审核老师的过程中，是不是没有那个很专业在挑选老师？在当时呢，该名教保员仅止于被要求写悔过书就结案。这些年，他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被轻放，而且发现孩子至今看到交代都还是非常的害怕。同市议员黄庆辉讲，教保人员虽然已经离职，因故议员要求社会局重新调查、查明真相，并且主动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减轻家长的负担。也希望市政府赶紧完成建立监视画面云端储存系统监控，让家长会当安心把囡仔送去托育中心。针对这个案件，我们会重新调阅当时的相关的记录来加以厘清。那如果事后调查确实有违反儿少权法的事项的话，那我们会按照儿少权法来进行裁处。针对这件109年托婴中心不当照顾案，社会局表示正重视，将会重新调查。若确实有违反抵消款法，将会处6万到60万的罚款，并且让公布行为人的姓名。也重申，托育人员应该以儿童最佳利益做优先的考虑，将会继续加强在职训练，强化幼儿照顾的技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幼稚园甲囡仔饲药这个事件，卫福部最近是按算要甲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草案要甲定出来，要甲儿母托育中心这管理甲处罚机制独立出来。目前有咧办公听会收集意见，立法若是有通过。这就是咱台湾头一波儿托的专法。去年4月，新北市美区托育中心发生查某婴仔和托育人员意味配合时的案件，互社会惊到。根据卫福部统计，我5年托育中心托育人员和采发公告者都有80件。为了确保儿童快乐，卫福部规划订定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儿母托育中心等管理甲处罚机制由即马儿童甲少年福利参与宽乐保障法独立出来，会加做咱国头一部儿托专法。里面就是担任这个居家托育人员，也就是一般俗称的保姆，他必须是要取得保姆技术士证，以及他是高中以上相关科系毕业。卫福部表示，儿托专法有8大重点，包括居家托育人员登记资格变严格，新增加社区互助、部落互助加集场互助式托育服务，新增加以学校办理托育服务机构，变更使用执照规定，设立托育机构收费，采取比价制等等。儿福联盟就会主张要加入所谓的吹哨者保护条款，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机构内部有相关的人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不当对待的事情，他可以勇于去通报而且通报之后不会被事后的秋后算账。卫福部强调，这摆立法也明定提悬法则，希望达到有效效果。法务部已经进行规划个别者保护机制相关草案，目前儿托法草案也在公听会阶段，未来会上望公告草案细节条文，各界意见拢会当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沙士的代理商米克邦，3月份发起中国的电竞手机ONMO 8 Pro 台湾版的募资计划，金额是超过2000万。不过，即马所传出 NCC 认证无通过，也阁有消费者收无货等等的争议。最近阁发现讲，消费者手机摕到了后，电话若是卡出去，对方迄边会显示是为中国台湾卡来的。去有外界质疑讲，这是挑工要互台湾比人较细汉。显示中国台湾国际版就是中国台湾没有错。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台湾版，因为台湾版连小米到台湾都不会写中国台湾。用新买的电竞手机ONMO 8 Pro 卡电话，结果显示号码来自中国台湾，和网友烦恼讲，这只是国际版的手机带着台湾版的标签，就想要来假冒。台湾版的标签呢，就是5块钱的贴纸，只要没有经过 NCC 认证的都不算台湾版。3C 代理商米克邦今年3月发起一款中国电竞手机的台湾版募资有买，金额超过2000万。也不过5家和网友讲，付钱了后无收到货 ，NCC 认证也无通过。结果即阵有人收到商品，也不过拨接电话阁显示中国台湾，让人怀疑是变假台湾。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鸿某手机的验证申请，预售行为将依电信管理法开罚，最高罚款至新台币100万元。
NCC 讲到6月7号为止，也无收到后膜杯 Pro 的手机验证，也是积极的申请。而亲像这款的手机内部标示真多，中国台湾的情况也是头一摆。最早知道是华为、小米，你就算是买摩托罗拉，那国际版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在台湾卖嘛，你如果去买它的水货，现在避开的是他们就不写国家，他可能就写台湾括号繁体中文。我是觉得正常公司不会有人会想跟政府或 NCC 应改，也是可以商议的。另外，对着网络无资平台所衍生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NCC 讲会配合行政院消保处加数位部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相信大家真正听到转型正义这个词，那转型正义跟咱的生活有啥物关联呢？为了让民众了解过去的历史，用用过的经验来看现处时的社会问题，乐和文教基金会举办规套的台湾新文化讲座。希望甲民众共同来探讨台湾文化协会精神，也有替咱台湾留下什么重要的民主资产。百多年前，台湾各地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协会留落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参转型正义有相当的关联。乐和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系列新文化讲座，不少少年辈拢来参加。那我们现在回头再看过去的事情，然后向过去那些甚至已经不在的人说道歉，说对不起，这到底对现在有什么用？其实我也是一直真的很想知道。说我身边确实是没有政治受难者的家属，但是我觉得就像是刚刚杨慈老师在讲座中讲的，我们如果要向前看的话，我们就要先向后看，看为什么今天台湾会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在历史中定位如何。学生表示，学校的课程拢有接触到转型正义，虽然过去发生的代志因无参与到，但是即阵的生活中嘛有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离生活最接近的一个部分应该是政党政治的部分，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不管是餐桌或是家庭的对话之中，大家其实都对这块避而不谈，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讲到这块一定会吵架。转型正义内底讲的就是人权嘛、自由嘛、民主嘛。对少年人来讲，人权、自由、民主，就感觉讲因出世，就呼吸到的迄个空气相像。所以当因知影讲过去有人无人权、无自由，无迄个平等的时阵因就感觉讲迄个代志是唔对的，所以咱应该爱争取。这系列文化讲座是去年底由林兴德医师发起，邀请到乐和文教基金会、蒋渭水文化基金会、杜聪明博士综合基金会做伙办理，今年由乐和基金会主办。伫20241月进前，逐个月拢会有1、2场的讲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即马天气愈来愈热，有真侪人会去海边啊耍水。不过，伫屏东小琉球是佫发现有唱水味的人去搅扰海龟。有一个唱水的教练伫车闸，伫花瓣岩的海峡发现有4个游客，竟然是伸手去甲海龟摸。这个过程拢去互翕落来，目前是交予安检所进行调查。嘛提醒民众伫面对野生动物的时阵，应该要遵守莫接触、莫甲伊干扰、莫甲伊饲这3个原则。那违者会以野生动物保育法，相当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罚30万。一名唱水的民众真赶近海龟相处，也阁存向海龟。也毋过后一个动作，互当咧翕的唱水教练真生气，因为这位民众竟然直接用手去摸海龟的壳，海龟亲像去拍到惊，真紧离开现场。第一次他就已经下潜跑下去，有摸到海龟了。我就想说那他如果没有继续再骚扰的话，那我就想说过去跟他们讲一下就好了。那没想到他又做第2次。这件烧了海龟的事件发生在小琉球花边岩海峡，车闸下到3点外，唱水教练吴先生带学员落水，看到专停。吴先生表示，对方有4个人，其中3个人明显是外籍人士。伊随上节说明，伫台湾依法是袂当去摸海龟。吴先生讲话了后，也将相关影片交予安检所人员。经本队巡线查访周遭商家及监视器画面，目前尚在厘清影片中的人员身份。如寻获并查明属实，将依违反野保法第18条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大平湾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其实目前所公告的看龟守则是建议民众爱甲海龟保持5公尺以上的距离，才会当减少海龟的压迫感。佮较莫讲伤花紧，甚至伸手去摸。呼吁民众从事水上活动，面对野生动物，应该遵守
无接触、无干扰、无饲，3不原则。违者以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并扣6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当年的4月份至6月份是屏东东港掠乌昂床的大月。受到疫情的影响，乌昂床大办道的活动，逐年拢会办差不多100多道。不过因为疫情已经停办3年啊，今年疫情有等号总算恢复办理，开放订道无到5分钟就去互抢了。乌昂床导出的时机，唔但带动在地观光，嘛增加业者3成至4成的业绩。真市的沙西米摆伫桌顶，互人看甲喙烂强要流出来。受疫情影响，已经停办3档的屏东乌昂床100道的办道，拜六初十暗时总算重新举办。一道10道菜5000块有通走，开放报名无到5分钟，名额马上红抢了。因为我们有2桌的菜，这边加了那边1桌的加了，然后抢了2桌。今麦呢，很出席呢，咱一定掠到乌昂床将近4500尾，就是大丰收啊！浸伫白色米冷内底的是知名的东港肉粿，除了乌昂床沙西米、鱿鱼子等海产，还有在地知名的料理。每当4月到6月是乌昂床上好食的时阵，嘛是屏东东港掠乌昂床上旺的季节。拄好拄着疫情解封，今年乌昂床季嘛提悬当地关旅产业的业绩。黑尾鱼季这算是国际性的哈，那今天也有来国际的日本人来哦。整个产业包括这个黑尾鱼季的话，在我们这边至少都提升了超过3成、4成左右。因为今年是疫情刚过后的第1年。100道的办道配上传统的歌厅秀表演，唔但带动在地观光，嘛推广着办道的文化。台湾近3年受疫情影响，各地观光受到打击。即马疫情缓和，未少县市嘛趁机会推动在地食食、旅游等活动，吸引旅客回流，嘛互当地观旅业者松一口气。记者陈环宇、陈显坤屏东报道。电影放上头，咱来看屏东邦寮的新隆社区，这是市量大石板的产地。这几年社区响应推动老渔村转型，结合地方的产业来推动观光甲研发产品，吸引未少少年人回乡创业。这嘛，互新隆社区连续得到农委会金牌农村的肯定。民众手举准备咧互彩球拼输赢，不过这地点竟然是伫咧鼻仔内底。屏东邦寮的新隆社区是永实祖国故乡。这几冬，因嘛加入农村再生计划，推动渔村的转型。透过社区的产业营运，还有长辈的一些资金的协助，让我们自己购买了这一块场域。那后续透过县府的协助来整修，协助整个屏东县产业的行销推广。还有，这也是变成了一个老幼共学的一个学习的场所。新隆社区也推出充满渔村特色的旅游行程，也开发出侪鱼仔做的食品、美容产品等等，也搁同齐出钱来打造产销中心，兼顾着在地产业的多元经营，也可以当做社区长辈和回乡青年的活动中心。新隆社区是金牌社区，金牌哦，所以呢，金牌就在屏东，我们会有继续往前冲。新隆社区变转型，佮连续得到农委会金牌农村的奖项肯定。新隆社区要继续推动产业的饮食经营和特色观光，也佮吸引到愈侪青年回乡来创业，让老渔村佮再充满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在云林西地东市场有一间竹仔工艺工作坊，头家是一对翁仔某。平常时会带游客实际体验破竹仔，也有编篮等等的活动，嘛有伫咧社区大学开课。伊希望会当甲台湾的竹仔工艺的文化甲技术，会当继续传承落去。甲竹仔破开，才搁甲挂做一条一条的竹篾仔。云林西地东市场内底有一间店专门咧做竹工艺品。头家杨成辉甲陈淑慧这对翁仔某，拢对竹仔有兴趣，一直咧推广竹仔文化。这是我的兴趣，我的休闲，对我就会过来这边，好，然后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批竹子、编篮子。早期在30几岁开始就
对这个竹子非常有兴趣，断断续续的就一直在学，就在11年前，然后就进驻到东市场里面。我们夫妻2个是很专心的，也很有这个热忱，想要推广这个台湾的竹文化。杨成辉表示，在西里保心这带几十年前，嘛是竹工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捌外销欧美甲日本。后来因为时代改变，才豆豆啊落座。所以，翁仔某2个人11年前进驻东市场了后，就注心推广西里竹工业，唔但带游客体验编竹啊，搁伫社区大学开课传新技术。竹工艺在早期几十年前，它是外销欧美、日本。那因为随着塑胶的流行，竹子呢就越来越没落。经过我们在这里推广，所以其实我这一个小店就是只要对竹子有兴趣的人，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据点。只要社区哪边有需要，或者是有一些业界的希望我们搭配他们，我们都很义不容辞的就去外面上课教学生。若做社区内底，或者是有游客想要学，因翁仔某2个人拢愿意教，希望透过因的热情，互更较侪人了解竹工艺的水，把这项传统文化推广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府城是台湾糖业文化发展重要的基地。伫麻豆国际艺术村，即嘛当地咧办一个以糖为主题的展览，邀请艺术家用糖甲水做材料，配合科技，展现这400年来大海的文化卡家。用糖晶结起来的一只船，看起来真奇卡，配合银幕顶头的海影的影像，看起来袂输一只帆船，真正驶入来到岛风内海。这是麻豆总衙国际艺术村的糖甲水时间堆积展览，规个展场的作品拢是用糖甲水做起来的。对台南来讲，糖跟水就是滋养我们人民土地的2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元素，透过他们的技法，然后不同的呈现方式，然后跟大家讲，在台南，尤其在麻豆这一段，就是有产糖的土地，然后跟水的关系。台历艺术团队用糖甲水结合科技，展现府城这400年来的演变。除了动态的影像，阁有这一幅一幅的图，斟酌甲看，这个作品嘛是用糖落去创作，记录水流过的分量。尾手阁加一道灰色的听书，互规幅图有深色也有浅色。网版印刷上面的内容其实也是用糖当做主要素材，那用的技法是以前的一个日本的技法，叫做 aburidashi。那 aburidashi 其实是用来传递一种秘密讯息的手法，那也是用糖，然后经过加热方式，它才会显影的一种技法。府城台南是台湾糖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糖甲水时间堆积展览，透过艺术家的手路，让民众伫艺术体验当中认识府城的人文历史。活动会展出到8月初6。记者综合报道。AI 形成的图，敢有算是艺术作品，引起真侪争议。新媒体艺术家认为讲 ，AI 是新的媒材，会当扩大艺术创作的可能性。不过，社群媒体 AI 创作的风潮，互艺术的真假甲价值是愈来愈好定义。流动的影像，佮配合音乐，呈现出特别佮神秘的效果。新媒体艺术家艾纳多尔伊创作的灵感，拢是来自公开大量的图库，佮再配合生成式人工智慧 AI 完成这款作品。艺术界即马拢伫咧讨论 AI 的作品，敢会当算艺术？艾纳多尔强调，伊的图甲 AI 形成的无共款，伊是用 AI 做工具，作品也是有伊个人的意识。I always heard this concerns about like is it like human art? Is it AI art? Digital art? I think this is a very common problem for anyon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imagination, anyone pushing for breakthroughs and pioneership with these new tools. 艺术即马拄到的挑战，唔单只是生成式 AI 技术，伫网络顶有真侪作品，也真假互人分袂啥清楚。像大楼外口即个布降来了，出现一个正大张的人，旁边街仔路有一粒正大粒的金龟，四过过来过去。一个罗浮宫的厝顶，互人看一个可丽饼，这个拢是数位加工的影像，伫社群媒体一直转传分享，这个代志看久了，竟要变做真的。经过数位维度加工，波尔多出现面包火车，后西博物馆的鱼挂伫咧外口，这多船也当饲海翁。
明白的牌仔伫咧路的四季组，地铁站内面也个出现混淆杯车。Social networks are a bit like a garden. You have to water them every day.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ere's always content showing up so that people who follow you stay interested and inspired, and that you make a buzz. AI 画图生成技术和社群媒体，大家怎么拢伫咧小创作，也和大家伫咧讨论艺术创作的价值，是毋是拢和 AI 破坏去？用传统画图工具的艺术家认为，应该制定会当互人辨识的清楚的界线，互大家阁看得到艺术家的原创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咱来看，伫西班牙有一场展览，邀请全球女性的创作者，以自传漫画的形式，互民众以女性的角度来体验无同的人生，嘛，互女性的创作者有更较侪空间来表达因的生命经验或者是观点。亮点馆展示真一百活灵灵的红花，展览间有彩色大型看板，呈现动漫角色活泼古锥的一面。由全球超过80位女性创作者共同参加。西班牙马德里市区的西贝莱斯宫文化中心最近在展出女性自传红花，不止要让游客体验创作者的性别视角加情感理念，也提供女性红画家有啥物就讲啥物的空间。En el cómic en general ya se demuestra en varios estudios que genera mucha empatía con el lector. A diferencia de la imagen real, creo que nos permite que experiencias duras sean nos resulten más cercanas, a diferencia de, digamos, una película. 自传红画的发展上早是1970年代，故事大部分来自作者本身的经验，也就是身躯边所发生过的真实情形。因为画的亲像真的同款，更较影响看人传达作者本人的想法。Principalmente me ha gustado mucho cómo está organizado por temáticas, ya sea salud, temas LGTBI, traumas familiares, históricos. Creo que son temas transversales en las vidas de todas las personas en el mundo, cosa que hace que los cómics pues sean muy fáciles de empatizar. 每一个红画故事情节发展，看人好亲像亲身对着故事主角闯关冒险，经历女性在生命当中会遇到的挑战。Yo la verdad no soy lector de para nada, o sea, cero, no suelo leer, pero la verdad me ha gustado mucho y me ha inspirado a comprar cómics, a leer un poco más sobre estos artistas que 这展出的作品拢由各个作者亲身挑选，有的是来自红绘大国日本甲美国，有的是来自中南美洲，或者是中东国家。语言、文化背景甲画风格拢无同，唯一不变就是遐人拢可能做不到的喜怒哀乐。Para eso queríamos y poder incluir autoras de todo el mundo, ¿no? Una exposición sobre el cómic autobiográfico hecho por mujeres con esta intención tan extensa no se ha hecho en ninguna otra parte del mundo. 公司新闻有关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4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